咁幾好噶，好高興嚟到呢度。冠軍，我哋中意冠軍，我哋中意贏家。今日我哋呢度嚟咗好多人，佢哋嘅防空武器咧已經冇咗。美國軍方及其出色嘅以色列夥伴繼續徹底摧毀目標，敵人進度遠遠超前，而且達到咗前所未有嘅水平。我哋每個鐘都喺度摧毀伊朗更多嘅導彈同無人機能力，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將其摧毀。佢哋一發射導彈，4分鐘內個發射器就俾人打爆，佢哋都唔知發生咩事。但係我哋有全世界最強嘅軍隊，佢哋嘅海軍就揦晒，3日內咧有24艘船，咁多船真係唔少。佢哋嘅防空武器冇晒，所以佢哋空軍佢哋嘅空防，佢哋所有飛機都冇晒，佢哋嘅通訊都冇晒，導彈都冇晒，嚟發射器都冇晒，大約60%同64%分別咁嘅。除此之外，佢哋都算幾好啦。我問有咩仲剩低？但係佢哋好硬淨，仲想打。佢哋打電話佢問點樣先可以傾掂數。我話你哋而家先佢有冇遲啦？我哋而家仲想打過你嘅冠軍嘅嘢，我哋想慢慢咁啱唔啱？俾我哋直奔主題，講下我哋嚟呢度嘅原因。呢個好美好嘅理由。我再次呼籲伊朗革命衛隊、軍隊同警察嘅所有成員放下武器，佢哋注定要被殺。而家淨係企出嚟支持伊朗人民，幫助佢哋奪回祖國嘅時候，經過咁多年，你終於有機會奪回你個國家啦！接受豁免權，我哋會俾你豁免權。我哋其實係俾你企喺歷史正確嘅一邊，因為事實就係咁。咁你就會完全安全，擁有全面豁免權，否則你就一定會死無疑。我唔想見到佢哋事發生，佢哋都唔想見到。我哋亦都呼籲全球嘅伊朗外交官呢，申請庇護，幫我哋一齊建立一個有巨大潛力、全新同更好嘅伊朗。呢個國家有好大潛力，伊朗嘅未來會更加美好。而家係開始啦，我認為未來將會非常美好。美國將確保無論邊個成為伊朗嘅下一任領導人，伊朗都唔會威脅美國、其鄰國以色列或者任何國家。如果你睇下發生咗乜嘢，佢哋向其他所有國家都發射咗導彈，包括卡塔爾、沙特阿拉伯、阿聯酋等等。旁觀者夠狠，導彈早就喺事發前對準咗嗰度。佢哋本來就想對付成個中東地區，之後呢，就輪到我哋出場，我哋打亂佢哋嘅好事。油價、股市同埋其他所有嘢，你知啦，我哋創嘅歷史新高，道指升到5萬點，道指去到5萬點。